我哋一齊嚟製作呢個 4RS STEAM 不倒翁啦！要製作呢一個獨一無二、屬於自己嘅不倒翁，其實好簡單，但係小朋友記得喺大人陪同之下，先好一齊製作啊！首先，我哋要設計不倒翁嘅正面同埋背面，並且填上顏色。記得喺不倒翁嘅肚上面寫上自己用咗邊一個 R 嚟設計不倒翁，例如休息、放鬆、人際關係或者係抗逆力。完成設計之後，將不倒翁嘅正面、背面同埋回條剪出嚟。將不倒翁嘅正面同埋背面用漿糊筆或者膠水黐喺卡紙或者紙皮上面，然後再次將不倒翁嘅正面同埋背面剪出嚟。預備一個膠樽蓋同埋泥膠，如果冇泥膠嘅話，可以用其他寵物代替，例如小石頭或者波子。將泥膠放喺膠樽蓋入面，建議用熱熔膠槍將泥膠固定喺膠樽蓋入面。用熱熔膠槍嘅時候，記得揾大人幫手啊！如果冇熱熔膠槍都唔緊要，可以試下用一啲強力嘅膠水代替。最後，將樽蓋黐喺不倒翁嘅底部，建議用熱熔膠槍或者強力膠水去黐，整出嚟嘅效果會比較好。如果用雙面膠嘅話，就會黐唔實。完成啦，係咪好靚好得意呢？你仲唔快啲整返個？記得喺作品嘅背面同埋回條寫上姓名、班別及學號，將作品連同回條喺1月27號之前交返俾班主任啊！希望大家踴躍參加。